今日同大家介紹今個東京之旅去咗一個賣唔同運動牌子嘅地方，叫 Mori Park Outdoor Village。佢係喺超島站，距離新宿最快大約47分鐘車程。喺超島站北出口大概行幾分鐘就到。留意返佢係逢星期三唔開門嘅。呢度嘅運動牌子分別有 Coleman、Trumps、Sora、A&F Country、Snow Peak、Montbell、Columbia、Mountain Hardwear、The North Face。Sora 係主要賣唔同牌子嘅衫褲鞋襪，包括 Patagonia、Gramici、Keen 等等。而香港人好鍾意嘅 Snow Peak 呢度除咗有好多露營嘅產品賣之外，亦都有外套、衫褲等等。原來今年係 Montbell 踏入50週年，呢度亦都有賣佢嘅限定50週年產品。呢度嘅 Columbia 款式都算幾齊，特別係日本先有嘅 Black Label 系列。Mountain Hardwear 同 Columbia 係相連嘅，佢主要係賣啲功能性特質嘅戶外裝備。A&F Country 呢度除咗有賣露營產品之外，仲有嚟自美國嘅戶外休閒服飾與配件品牌 Carfu。佢呢度嘅衫褲鞋襪都幾齊全。Coleman 亦都係另外一個賣戶外露營產品嘅牌子，佢佔地都好大。Trumps 亦都係嚟自美國嘅戶外休閒品牌，佢嘅衫褲同埋袋都好色彩繽紛。The North Face 呢度有2層，佢亦都有自己嘅 cafe 同埋香港人最鍾意嘅 Purple Label。呢度每間鋪頭地方大，人又少，如果鍾意戶外運動牌子嘅朋友就唔好錯過啦。